主后2026年3月初1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为主得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圣经。约翰福音第3章20到3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。约翰福音第3章。这代志以后，耶稣甲伊的门徒去犹太地区，伊甲因暂时住遐，搁教人洗礼。约翰嘛伫撒冷附近的艾伦伫教人洗礼，因为遐有真侪水，众人煞接来接受约翰的洗礼。迄时，约翰还未互人关押。几若个约翰的门徒甲一个犹太人为着洁净的礼仪辩论，因来见约翰，对伊讲：“rabbi，以前伫约旦河东岸甲你做伙，你捌为着伊做证迄位，你看，伊现在伫甲人洗礼，众人拢去伊遐。”约翰应讲：“若毋是天赏赐，人袂当得到什么。我捌讲，我毋是基督，不过是受派做伊的先锋。这个代志，恁本身是我的见证人。带新娘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徛伫边仔，一个听到新郎的声就非常欢喜，所以我的欢喜满满。伊一定若兴旺，我一定若衰微。对顶面来的，伫万有的顶面；对地上来的，属地上，所讲的是地上的事；对天顶来的，伫万有的顶面。伊为着所看见的甲所听见的作证，不过无人接受伊的见证。接受伊见证的人，证明上帝是信实。上帝所差遣，迄位讲上帝所讲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赐圣神互伊。爸疼囝，已经将一切拢交伫伊的手中。信囝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毋顺服囝的人，毋但袂得到活命，反倒继续互上帝受气。为主得活。今仔日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和门徒到犹太地区去，搁为人施行洗礼。若是施洗者约翰踮艾伦为人施洗。迄时，约翰的门徒向伊抱怨讲：“rabbi，以前伫约旦河东岸甲你做伙，你捌为着伊做证迄位，你看，伊现在伫甲人洗礼，众人拢去伊遐。”若是约翰回答讲：“若毋是天赏赐，人袂当得到什么。”根据约翰福音第4章第2节，耶稣虽像袂捌亲自为任何人行洗礼，总是对约翰的回答，咱通看到伊真清楚家己的角色甲呼召。伊只是上帝拣选的仆人，任务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。约翰从来毋捌感觉家己是主角，伊知影家己就亲像婚礼上的伴带，只是配角。真正的主角是带新娘的新郎。所以，当众群众开始跟对耶稣的时，约翰并袂嫉妒，反倒满心喜乐。现代人往往追求搁较侪受关注，希望被看见，受这种社会价值观影响，教会真侪服侍者的心态也慢慢在改变，直到服侍的目的失焦。
袂少服侍者甲焦点放伫家己身上，伫讲台顶无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反倒是高举家己的丰功伟业。敬拜俄勒毋是真心上赞上帝，是当作个人的舞台表演。有一寡人为了私欲踮教会争权夺利，或是为着争做机构董事，明争暗斗，亲像安尼的款一直拢有。当服侍者的心态失焦，服侍只是为着博得名声甲地位，只是想要诚做受关注的人，心内想的只有家己，安尼的服侍终尾会为家己和教会带来伤害，也会失去喜乐的心。耶稣讲：伊一定若兴旺，我一定若衰微。约翰甲服侍的焦点放伫耶稣身上，伊无在意家己是毋是出名，只在意耶稣受高举。约翰清楚家己的使命甲呼召，伫伊的身上，咱学习到，咱无一定爱诚做上受欢迎的人，也无一定爱诚做主角。上帝予每一个人无共的角色和任务，有时阵是台仔顶的角色，有时阵是幕后的角色。重要的毋是谁比较受关注，是敢有完成上帝交付的使命。咱爱谨记，基督徒的服侍毋是为着家己要互人看见，是为着要互耶稣互人看见。假使咱会当清楚耶稣基督才是主角，安尼咱就会当搁较谦卑服侍上帝和疼人。人生真正喜乐，并毋是靠外在表现来证明家己的价值，也毋是因为别人偌尔看会起咱，是因为咱属伫基督耶稣，咱伫上帝眼中拢是有价值的人。愿望每一个上帝所疼的儿女，上帝所呼召的仆人，伫服侍的道路，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拢会当对照伫耶稣身上，为主我找到人生完全的喜乐。默想，我敢愿意互耶稣伫我的生活中成做主角，搁常常对照踮耶稣身上呢？我敢愿意互耶稣伫我的生活中成做主角，搁常常对照踮耶稣身上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愿我每一日拢会当亲像施洗者约翰共款，互你的名受高举。求你互我的心无搁再单单为家己，是为你来活，将一切荣耀拢归互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